好，过来这就是明翰头一礼拜上课的时阵嘛有讲到，就是这Taiwanese made easier， 就这个人迄个 Martin Simmons 周明理伊写的册伊是用迄个白话字，嘛有声音档，毋过伊最近毋知啥安怎，迄个声音档无去，我写批去互伊，就是问伊讲，迄个声音档的连结敢会使，就是。敢毋使甲伊摕声音档的连结，伊有互我，毋过我问伊讲，敢会使即就是互，就是 share 分享互学生安尼，伊讲会使，毋过伊无甲伊变做一个 public， 我毋知，其实佫会使写批问伊看觅啦，嘿，毋过反正即摆网络顶头暂时找袂着啥物档，我会讲问伊看觅，讲敢会使甲迄个公开安尼。即套伊就是较正式的迄个教材的编法，我感觉编了袂歹，就是一步一步来嘿。逐课后壁拢有练习，所以就是老师伫准备的时阵会使较成功嘿，因为伊的迄个练习，毋若是讲学生转去写小题迄种练习，伊佫有迄个上课的时阵，老师会使安怎带学生做一寡练习啦，啥伊拢编伫迄个教材内底安尼。伊嘛有字数的索引，就是讲逐课出现的字，伊拢有一个 Excel 的档案，安尼会使去找。这是无聊的，嘿，拢免钱，就是家己去网络顶头download，而且伊拢总有5本，所以内容其实袂少。好，所以伊逐课都是做安尼，伊上头前就甲你讲，即课咱要来学啥物件，佮就是一寡对话。一寡就是对话内底出现的语词，安尼伊嘛有逐课，差不多逐课，拢有解说讲，即课内底需要知影一寡句型的结构是像啥物款文法安尼，所以就是我感觉是编了袂歹，一套教材安尼。